第三课乌白虎。乌熊伫深山林内拄着石虎。你是鸟也是虎，名叫石虎，当然嘛是虎。听你咧乌白虎，台湾无虎，讲甲你捌，喙手就好拍干。安怎？阮下头有白唇，身躯有咖啡乌点，正港的石虎。安尼鸟形是鸟也是形。这讲甲你知，红影嘛会人使，啊无咧，简单讲，鸟形是古水的形，因毋是鸟。啊，西牛是狮也是